搶嘢啊！你晒譜啊呢個人，黐線啊你都！一位乘客話有搶嘢，佢攞咗啲嘢搶嘢啊！係啊，幫你報咗幾錢啊？你等一等警察嚟先啊嘛。我踩到佢都飛咁樣，我喐手啊！你晒譜啊你！我鬧你又點解？你唔可以喐手，你搶個嘢！而家我袋嘢喺你嗰度。你講一講佢搶咗你，譜啊！佢真係邊袋嘢係你嘅？你講嗰袋嘢係我嘅。咩色？唔係你講邊樣色？譜啊！你真係咩色？白色定米色？白色個袋佢搶我仲要攞住。好，同埋講講白色袋裏面有啲乜嘢？我嗰啲食物嚟㗎，你知唔知佢蝦我啊？得，你要同職員講。你睇下你賠翻俾我，你黐線啊！你攞我啲嘢做乜嘢啊？你講一講個袋裏面有啲乜嘢？搶人嘢？你太離譜啦你！係咪食物嚟㗎？係啊，佢打我，頭先喐我啊！誰打誰啊？你先動手，你太過分了，你真是！你羅冰城你是不是拿有他的東西啊？他剛才把我推倒在地上，我拿他東西讓他走。你自己站不穩，你自己要監控的，你不可以監控。你好，我們已經報警了，我們不要再對我錄了，謝謝你，好嗎？